呛到哈，安尼客家界，还有安尼台语界哦，还有华语界哦，特别杰出的这一些歌唱。今天特别企划有特别企划的哈，想要打歌要先来唱山歌。从安尼客家界山歌。山来去，山歌流那冲啊，好顺流。山歌流来爱那来冲啊。 老热大擂台，老热冲下来。大家好啊，蘑菇啊，来金啊，大家好。好，今边遐呢特别节目啦，哎呦，特别节目，特别节目，按有唱到哈，安尼客家界，还有安尼台语界哦，还有华语界哦，特别杰出的这一些歌唱歌唱艺术家们来到我们现场啊，欢迎太极哥。对，还有你看，怎么有人笑得心虚啊？谁？你说谁笑得很心虚？啊，笑得心虚的。真的？为什么他会笑得心虚？啊，这要问他了。哦，今天你看，哎，连林俊逸都来上我们真的，俊逸好，我是你粉丝。对，俊逸跟你介绍一下，旁边都是我们客家界的。你有没有觉得他特别被画一圈出来？对，有吗？大家都排挤他的感觉，特别被画一圈。 有没有？你们不能坐近一点，是不是？对对，大家都好像很怕他。对啊，好像离你特别远。哎，那不是萧家乐吗？哎呦，难锤哦！不一样。新旧某坤斗。萧家乐是我们客家界的林俊杰，号称客家的行动CD。是，大家都很厉害，大家等下好好的可以听他们唱歌。但是呢，要听他们唱歌之前，还是要先来。 唱一下我们今天特别企划有主题的哈，想要打歌要先来唱山歌。从安尼客家嘅山歌，三太跳，哦，我从童歌以后，你这样做的打歌诶，才可以打自己的歌曲。好，对，而且不是我们说了算，有评审老师。我们请到2位评审老师，这也是客家界的这个国宝级的人物。哎，2位国宝级的欣赏，国宝级的欣赏，来分享一下，来。李秋华欣赏。 林赞一欣赏。当然，开始之前，因为说真的，我主持这个节目已经快20年的时间，已经20年了，好，已经20几年了，20几年了，嘿，讲这个三太跳歌，我到现在都还学不会。有了，他有基本盘，你不是有自我介绍给？哦，给三国志啊，杂那是我的主题曲嘛，哎，然后再落台。 安多是那崩啊，爱就来黑香罗那，出头了卡那做啊，其实爱不罗那。 体育跳山歌，所以这个名字啊，这罗哥学起来了。的名字你都可以套上去。哎，俊逸拿的就可以了，就直接在套。然后直接唱这个自我介绍就好。每一个人他们会不会今天6组全部都自我介绍？对，这学起来很好用哦。哎，真的。一到客家庄，嘿，一唱，哎，大家都觉得很亲切。哎，真的哈，有差。来，按着弦，摇唱。 国宝级的人来示范一下，本也了解每个人都客家三太跳。冇错，按用要你喊他睇冇？唔係，本嘅先嚟考验下啦，考验下啦，係啊。等下先上要做啲同你哋嘅線數，所以線數嘛就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從歌管當做嚟打歌嘅哦。來，分享秋華先生，來帶嚟後堂嘅歌曲嚟。
土，爱就冲了来呀，讲起就本来对那。 爱就奔过了河南。哎呦，爱不会散。哎呦，哎呦，哦，两位开始，哎呦，真的，用力欣赏，佩服，厉害，对不对？真的哦，山歌就是这样。那叫做山歌，是不是两边啊诠释出来就是透剔的、剔透的山歌。玉米就冇用诶，哎呀，哎呦，迄我唱的压力很大。唔会，我家己弹吉他都踩后腿，当然真都会练。哦，对，去搞爱国都冇练，真的，睇起个压力吉他。当紧张，尤其嗰個陳慧茹。我英語來就讀多幾，就講啊，我根本一快睇嚟快。大概還有要怎麼樣的 K 幫哈？哎，真的，安尼所有後生朋友全部講到會死。壓力真大啊！同衝嘅流行歌自己冇用用。所以個唱高一下，哎呀，很用我的衝啊，唱歌啊，做人哋老師嘛，文戲老師非常重要啊。你看我哋做朝廷，你做評審，不過，哎，你散檔哦，唱山歌，你看唱這個就是山檔冇用啦，山檔冇用，山歌，山是用山，山歌山山。哦，所以老師哈就會有本啦，對，客家話青島啊，你看嘅，我哋啱先講介紹一張哈。 關於大半夜咩飛機飛起來了，你要乜嘢？飛機飛起來。哎，錯，一隻動詞，一隻名詞，一聽有符呢。使用在那邊就冇空用啦。差咗兩片，老師青松園。就開花，花開電動嘢冇空用。哎，真的哦。私言冇空用。你假如講即係咬唔錯嘅話，都會變得撇雜。然後一隻詩，然後一隻意思。然後一隻意思就冇空用嘞，倒音了。但是哈，喺我感覺就講哈，將其實就後生人唱啲神歌哈。咁見裝還見裝啦，你像阿啲太陽空用啊，真開始加下哈。 露台很多，我跟你話，摘茶開榨，晾散皮啊，呢種感覺低落來啫。哦，故事我覺得《連心醫師演繹後，就是變成一個經典傳唱嚟。所以他個對人嘅印象最深嘅就係摘茶開榨。我梗係從後生唱到呀，嘅團學嘅啦。哎，啊，這樣大家有吸收到了嗎？我們兩位老師的分享。OK 啦，你們有信心嗎？要打歌哦。 兩位老師要通過哦。哎，都有 keep 熟到嘞，啊，有沒有信心？巴結一下哈，哎，剛剛到後台同理有賄賂了。有賄賂。兩位老師要舉牌啊，兩位老師都舉圓圈，眼前那張有勾管哦，才打得到歌呢。冇問題哦。OK 啊，沒問題啦。鼓勵，加油！就我們要進行啊。好，就歡迎第一位啦。節目要開始了哈，第一位。第一位就咚咚咚咚咚帶了三個字。咚咚咚咚鏘。咚咚。咚咚帶了三個字來，彈過來。五字了已強那雲那。以後你如果有機會出專輯的時候，出歌曲的時候，你會想把他有唱《C 莫暗講》啊。哦，對，我本來有一首叫《C 莫暗講》，對啊，他就弄一個《C 莫暗講》。2017，然後就沒有人再唱羅卡《C 莫暗講》。對。 「
压力是很大。哎，有力情商哦，指挥到我以为前面有管弦乐团，好可爱哎，一直帮他比。我觉得他也很可爱，一条线，他好像你在比音高是不是？对，真的是要比才有办法唱的。我看张惠妹的手势都出来了。他好像在确定音高在哪里啊，讲不会白天啊。我是怕那个麦克风会被你吃掉哦，你个嘴巴好难怕被你吞掉了。你比宽跟欣赏在比啊，在画的时候可能怕那个音唱不准嘛，欣赏往上的时候，他就要赶快跟上去，这样对不对？对对，大家都知道你是茶经出来的，对对对，燕沟茶经跟没啥感应哦，对，客语也学的也是蛮有味道的，因为客语，因为茶经才开始学客语，对啊，哦，还没想到你还会唱客家歌嘞，对，他还创作呢，上过下狗尾呢，对会啊，对，之前有来过我们节目，有，之前有分享过其他的作品，连胡子都长出来了，你看，因为被那个三哥背到胡子都长出来，他也是烦恼太多，这是型男，好不好？两个角色啊，最近要演什么？客家戏吗？最近不是，但即将要拍一个客家，期待哦！哎呦，不错，客家电视台又可以看到东东了，对不对？你接触这个客家这个3大调的歌，接触多久了？那时候拍茶经的时候有学过简单的一点点，就是我们在茶厂，然后大家庆祝有唱也是唱那个你们刚开场那个三沟流学我们，对，学你们，因为看了你们节目，蹭到热对，制作人想说把它加进去比较欢迎啊！尽量置入就穿的那一段的。He can debut do you just go on 客家山沟，这是第一次演唱，第一次站在舞台上演唱3大调的歌曲。对，而且还在2位国宝老师面前。对，为了打歌，问一下老师，嘿，讲老实话啦哈。刚在后台的时候，就看見到董英哲嘅唱哈，要做筆記哈，啲不都要寫，要麼唱要啥，我個老在英老師到後排，多少會搞幾套牛詩啊，要麼專業，非常嘅認真哈，我都真嘅我被傾聽哈，佢條嘅音質非常好，當然你記者師唔係講當票出，唔過按樣嚟講哈，我本期9點9分咧。哎呦，厲害啊！1分不輕鬆。老師的滿分是1000分啊。我覺得老師看人給分。對，我剛有找老師補習，所以要繳一點補習費的。甜言蜜語來着哦。不錯，不差。鼓勵。安子誰？做大歌的是啥個呀？我先看有歌管。有歌管嘛哈。先唱你手下欣賞卡牌。好嘞。有冇？1在眼前的在一欣賞卡牌，6在眼前的給我過關，過關了可以打歌，耶！東東要帶來什麼歌曲？哎呀，你要抽馬歌哎。也是我自己寫的歌。哎呦，好厲害！梅花荷花幾月開花？梅花按着在講。梅花荷花幾月開花？幾月開了嘅啦？客家歌嗎？我就是把它原本的創作把它改成客家詞。對，客家詞。如果是海陸要怎麼講？我忘記，我現在因為我上次學海陸嘛，我最近在學視線。真的哦。所以我現在有一點就是。會講哦，整個錯亂。整個腦袋已經就是。我聽得出來。來海陸那個中尾會。會溜誒，我有蠻啱。梅花荷花幾月開花？梅花荷花幾月開花？強下來彈。來，彈一條歌誒，好彈一個，好啦。見夜咁梅開花，在天秋冇機會做地表演，為到愛宣傳準備愛起胸愛，親戚朋友親愛愛表演，歡迎比上都來用來比拼，發揮了無拉米就無意上來來，天使天陽都有愛的出現。
窗外看多见，爱有深秋爱等到几岁，春夏秋冬天，高低山茫大片，花花梅花奈何桂花，等待风雨来欣赏。莫管爱上喜奈美，莫管爱到带来马街，莫管奈何桂花，莫管爱上变上马的勇气，莫管爱上喜奈美，莫管爱的角色戏太戏笑，舞台好花花嘎嘎，真情感受过。法纪是面对，各自一派做得法几多，脱开那么土地通通，你的才情无路用，马嘅脚本都有，卖力挑战越来越有用，没快是有观众演，是无老爷批评度变新欢度，好好摆花继续种花。那是的盛开太花，莫管爱上喜奈美，莫管爱到太黑影墨嘅，莫管那开花，莫管爱上变上马嘅勇气，莫管爱上喜奈美，莫管爱嘅角色戏笑戏态，舞台手法花嘎嘎，爱真情感受过。哎，感觉好像三大调比较好听，啊不是？可是他的肢体有比较放开。对，这首歌有点那种陈奕迅那种浮夸那一首歌那种感觉。哦，真的吗？对啊，有一点那种感觉，哎。对，有点想要朝那个路线发展，有点想要致敬这首歌。但是哦，你有两个表现呢，你那歌曲的曲风是陈奕迅的那种，你拿麦克风是那个是嘻哈的感觉。就是想说让这个歌呢有一点游戏的感觉，就是这首歌有想要让它是一个，对，想要讲说它是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梅花荷花几月开花，你们有玩过吗？没有啊，只有我玩过，怎么会这样？那我是跟谁玩的？好可怕！还是前世记忆吗？小时候就这么寂寞，然后就自己坐在那个河边，然后池塘边，然后就看着荷花，就是算梅花和梅花，就是会算梅花。我记得是梅花，你屁股开花。对，就是我会什么你屁股开花什么之类的。哦，真的哦，就是我有一个，你们年代比较接近吧？有一个人当就歪掉那种梅花当鬼啊，就有一个人当菊花，有。哎，这什么游戏？然后就会有一群人绕在外面，然后就说梅花几月开花？1月开不开？然后中间的人就说不开，2月开不开？不开。然后他就说什么时候才会开？到12月都不开。到12月啊，就是他会随机。他说3月开不开？开，然后他就跑出来，就变鬼抓人。算是鬼抓人。对。哦，就是口号不一样，但其实是鬼抓人的游戏，是不是？他可能有地域性的问题啦，在你们那边叫梅花几月开花？对，然后名字取得很优雅。对，哦，对，听起来好美哈。哦，这是以这首歌作为游戏作为发想，这样。对。像那种台起卡用号来搞这种感觉，是这样子吗？对，就是想要把它比喻成呢，就是很像是表演者在准备演戏或者是在写歌的时候，就是自己默默的在闭门造句的时候，旁边人就会说啊，你什么时候要拍新的戏，要演新的戏，或者你什么时候要写新歌啊这种，对，就会常常人家这样问，会有一些期待跟压力啊，对啊，可是还有新，我觉得你有进步，对啊，你的创作很棒，而且这首歌是原本的台语歌曲，哦，你鬼都变哈嘎狗，第一次改成那个哈嘎狗，哦，也是替代演冲就冲了哈，第一次
演唱客语的版本，在我们的闹热打擂台。那有打到歌了哈。有，恭喜哈，恭喜哈！来，我们来继续介绍这下。对，下一位啊，还有一位是小家乐带来的平板。来，小家乐，好了。你刚刚是 R&B 去哪？把它当 R&B 在转音。对，好厉害哦！天班堂都散台雕国语啊 ，R&B 对，什么运动给你做去？而且他的大字报很厉害，很快。我还看不懂嘞。自创的。你还蛮个意思？三国传唱都已经。歌词六强，云恩球。因为这个。你可以用唱的吗？什么？对啊，怎么看啊？歌词六强拿，那个是拿啦，我打错变拿，而且拿是拿啦。他唱歌很像那个 Auto Tune， 你知道吗？那个对，好电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哦，这个真的这个要靠机器才都做得出来的。你自己本身就是自己可以 Q 成这样，好厉害哦！哇，好厉害哦！他自己可能自己会有一个那个balance 这样。对，练得蛮辛苦的啦。你应该是第一次接触哈？第一次唱，第一次，对，完全在舞台上完全没唱过，完全没唱过。私底下呢？私底下以前我那个阿姨很会唱山歌，所以我小时候有听她唱，但我那时候都听不太懂。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有耳濡目染。稍微有印象，对，有点印象，但是没有演唱过。但是刚刚是听起来是觉得有点生硬了，是，还要再多练，很有特色。但我觉得有几个特色，还是唱出自己。就在小家那个山歌，你真的练一练，然后把那种 R&B 的元素加进去。对，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有点像。对啊，我觉得你的声音质地很适合唱，真的吗？真的。你说传统山歌还是 R&B？ 就是山歌的都很适合，真的可以做很好的结合。那转音哦，那转音的部分不会输，不会输秋雅欣赏在欣赏。秋霞老师的转音也是很厉害的。对啊，你的转音又比他高级啊，不是，比他更流行一点，比现代一点，对。但我觉得传统山歌我还在抓那个有一个腔调，它就是唱起来会很有那个，好像在山上。那个茶园唱的感觉对，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唱出那感觉了。对，你还在电音的戏，对，他还在啾啾的啦。对，他有点怕了。下一次来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讲，你可以去请教一下李秋霞。好，没问题。对，刚才在台下就是有跟两位老师请教，所以他讲了，因为其实，在练的时候觉得那个很多虚字，所以找不出那规律。对，但是因为经过老师他们讲说，其实还是有。
几个字组在一起，然后中间几个虚字，我就会比较有概念。所以以后你如果又有机会出专辑的时候，出歌曲的时候，你会想把哦，其实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对，但是因为山歌真的太难。他有唱《C 莫暗讲》啊，哦对，他只是用你的歌名而已，歌完全不一样，完全把我取代了。对，没有。还是经典。我本来有一首叫《C 莫阳讲》，他就弄一个《C 莫阳讲》2017，然后就没有人在唱罗格《C 莫阳讲》。对，真的呢。但我还以为他已经退出歌坛了嘞。哦，真的很久没出现了。哦，没有了，人家现在在幕后有都一直在制作。他一直都有在做幕后嘛。对啊，对，后来比较多都是在做编曲比较多。哦。但因为编曲会花很多时间，就不太有。想说出来抛头露面还是比较快。对，然后比较轻松哎。哦，编曲都躲在家里了嘛。对啊。哎，没有去做一些那个什么电影的主题曲什么的。有一些政府的案子的配乐。哦，比如像一些那个新北市的烟火秀的配乐，对，政府的案子钱比较多，也是，还好，但很累。好啦，冲出来哈，在一起上了，自投呀。我講嘅好聲音啊，好聲很好啊，所以嗰啲聲音咧就好，衝出來就客家人嘅好聲味道顯出來出來。但是青島嘅就好，仲真開始學啊。真開始唱，所以叫當建狀咩？其實我都好睇㗎，就講唔係單唱一集兩集，全部都當建狀嚇。呢種嘅唱腔，係真嘅係一當成夢嘅製作單位。一製作單位咧，佢用一樣嘅方式嚟，用好聲音卡落嚟用啊，唔係講全部按藝哋嚟長長去接觸嘅流行歌曲。如果佢成個加出嚟嘢嚇，嗰種嘅味道都唔一樣。本嘅就要學習，要原創嘅機會嚇，加一層嘅認識客家嚇。所以咁其實就加唱咧，留啲下這個帶出來呢，最重要係乜嘢？流行歌留山歌嘅發聲鋪位冇共樣。所以你唱出嚟嘅流行歌咧，留要犧牲得多。叫傳球就係好作用咧。但是呢，你話山歌呢，其實一個強調喉嚨嘅強調會較多，亮度。所以山歌做乜講到浪調就係一樣來。像我哋嚟台灣示範呢嘅，嗰種唱腔亮度。浪掉出來嘅聲音，一山傳過一山，嗰種嘅方式去對山歌。就像家老嘅安道嘅佢講咧，佢哋啱啱了解講，山歌有一樣嘅方式，有個公式化嘅唔難冇，唔難。所以呢，多嘅本地就地歌，就講21121，那種公式化嘅唱腔，加落去個原來呢個按簡單嘅唔會難見咩嘢師太講嘅啦，按樣嘅方式已經帶起來嚇。雖然講有啲會唱太陽嘅死海強啊、當衝啊，是你都免不了，因為你也講海陸嘅係嘛？講吸煙，講吸煙，但是海陸強頭一度夾落去嘅。哦，要夾落去，我記得不。可能係給他 R&B 吧。哎呀，唔係夾落去錯啦，但是你真是唱山歌嚇，你說有一天的強調，係哎呀。好，謝謝。安之聲，多謝。山歌的那個韻很實啊。好，先看你有冇過關，可不大哥。好，搶球啊，欣賞卡牌。有冇？眼前嚟過關，在欣賞搶卡牌。拜託，有冇？不要那麼嚴格。容易過關嘞，用在眼前的過關，李大哥咯。好，謝謝。最近出的新專輯的歌曲，這應該是我最新的一首歌，但是應該也是3-4年前。幾年前？3-4年前。但這首歌就是沒有，現在因為平台太多了，是啊，搞不好3-4年前，你現在才有人才會聽到，也有可能。對啊，但聽起來應該是沒有過時的感覺了。不，你的歌不會過時啊，對啊，你的歌都很新吶。謝謝。來，這首歌叫什麼？這首歌叫《阿公》。阿公，好了，彈過來。我嘅阿公係一個溫柔嘅人，從頭大樹點點保護也對你。我嘅阿公，佢冇動到嘅錢，伊專門
拄下他世界过去，记得这瞬间，去到现场款始终的，因念无转去，其世界手动。3公钟嘞，世界就像在转动。3公钟嘞，时间1分1秒不会停动。3公钟嘞，爱正慢慢的发现，阿公中的爱心都给俺走的。俺给阿公，是一个专情的人，领袖真没有注意有阿婆一生，慢慢的飞，阿公眼睛的反应，将发现自家的形容中意。世界就像在转动，3公钟嘞，时间1分1秒不会停动，3公钟嘞，爱正慢慢的发现，木盆中的爱心都给俺走的。什么大哥，谢谢。很用书哦。谢谢，哇，喉咙有点哑掉了。那没关系。不，还是好听，还是好听。谢谢。你是有唱到阿公是这样？对，触景生情吗？有，其实每次唱到这首，就觉得蛮感动。但这首其实是我第一首自己作词的歌。哦。对，是用我自己的。客语词吗？对，客语词，对，用我自己的故事去写。哦。对，所以每次唱到就觉得特别有意义了。哦。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其实不是在写，是在写我2个阿公，我外公跟我阿公。哦。对，因为后来嫁公还有阿公。对，嫁公还有。后来发现就是我爸妈会说，哎，比如说我有哪些点很像我的阿公，从我身上看到他们的影子。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像是传承的概念。我就觉得这个想起来也蛮温馨的，唱起来特别有意义。对。还好不是2个爸爸，2个阿公正常。对。所以你跟你阿公的个性是很像的，对不对？对，其实我外公他也是跟我一样比较随和、比较温和的个性。所以还有自己讲的。然后也是真的啦，也是。对，然后动作比较慢，就是对，所以专辑才好几年都发不出来，就是动作比较慢。现在有在做了吗？现在有，其实有几首歌了。哦，真的。对，大概有6、7首歌。哦，那可以。对。现在6首就可以报金曲了，就报一个迷你专辑这样。不用。你第1张是不是也是这样报？好像就是啊，第1张就被抓了。对啊，他6首他就已经成立。对，但我们想说第2张可以再做完整一点，10首，比较丰富一点。哦。那会不会要等2年？有可能，最后3首啦，对不对？努力写一下，对。希望快点听到你的新专辑出世。对啊。来，沙哈的亚宾。来同讲，来只有选择糖豆给彩排的时间。
大拇指。真的还假的？真的。哎呦，会唱歌的。那我一种风格。跟你又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一样很厉害，很厉害啊！哎，哦，希望，因为你像你那客家人，所以你从小有耳濡目染，你没客家人啊，哎呀，很厉害，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你也听到他彩排了是不是？我没有，我等一下客套话是不是？对，那他真的很客套。客话的分享，你声音带了落山歌。好，来，唱完了哈。有一款梦想是为你挂手指。有一款梦想要在我愿意。我嘛愿意。Let's go。啊，这种的你也要？这个对我唱的吗？肉的你 OK 啊？肉的怎么了？哎呀，比较温暖。哎，这歌有对象吗？天啊，太感人了吧！这个歌其实鸡皮疙瘩。真的，你听你唱歌，真的那个人家讲听出耳油。人生来去，一阵风啊，太假哟。那来相逢啊！山歌比赛，来强下那心情啊。中啊，哦，哎呀，不是客家的朋友，厉害呢，真的呀！哎，给他赚赢。太多了，你都爱动鼻爱，你是想要跟萧家乐拼，还是要跟李秋霞老师？秋霞老师拼，爱动鼻爱在冲嘛干。可是他感觉很淡定哎，对，他可能是现场唯一不紧张，提了两边，C位站着，还是内心澎湃。不是因为紧张也没有用，哦，也是啦，没黑啦。哎，不过真的唱得好顺哦，好好哦，而且那个咬字咬得很清楚哎。谢谢。对，咬字咬得。你学多久啊？2天吧。真的假的啦？没有啦，因为我以前唱合唱团。那在合唱团的时候，我们就要唱很多各国的民谣、世界民谣。有唱过客家的吗？包括台湾的原住民谣，可是就是没有唱过客家的。但是我觉得唱歌最重要是找到那个音乐的风格，然后用共鸣去把那个风格带出来。我猜应该啊，客家上应该是这样吧。你那个多出来的转音是怎样？自己想要去炫？觉得因为不是，因为我觉得山歌不是要传唱到对面就是山头唱到那个山头嘛，自己帮他延长音就对了，就是帮他可以觉得唱。你那个真的好会转哦。
我猜那个情绪是要这样子啊。我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但很厉害，很厉害，我觉得听起来是很顺的。对，感觉好像小哥在唱我们客家歌曲。这个可能就要请我们国宝老师当你评理啊，唱一个秋下欣赏。一转啊，按转哦，对面的小阿妹也被你下过几多几个了。被你勾引很多。哎，落山歌是平板，人家讲落山歌会上台跳最难唱哎。啊，虽然是自由原创，但是根本有固定的强韵。啊，你的客家话弹的什么？弹的是。好，弹的是。弹的是。你的音质，你的音质非常好。柔软度也很好，开玩笑，这个大家公认的。系啊，来广东说法啊，因为应该今日去化妆的时候，哎呦，唐老一个人那个冲落山歌，跟我来，俺们听你给调来给演哦。不过你的韵味，你的咬是非常脏了啊。不过你的韵脚。这个我比不上你，因为你转的太多了。实在我跟不上，要跟你学习哦。老师就是对面山头被你勾引。对，一路山歌怎么又上去又下來，又上去又下來，我切都不得死了，我講。这个正统的来讲，对，我们正統了，真。對。像剛那個加熱一樣，加落去。佢傳到而家都後台要唱，搞幾把裝啦。我一上台咯，佢唔敢唱，唔敢唱，聲音都揚到來，就很可惜。佢流行歌唱得真好。對。現在目前為止唱了3個，其實都同你同腔，幹掉啦。都聽得懂。聽得懂。老師說你什麼？他說我咬字很正。人也很帥。但這句好像沒有講到。沒有講到。他真的聽得懂哎，很讚哦。那一起來看有沒有過關，好不好？對，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來，搶球下欣賞卡牌，有冇一在眼前嘞？恭喜在一欣賞搶卡牌，兩在眼前嘞，恭喜過關。可以打歌了，好辛苦哦。对啊，難得來一趟客家電視台。這是俊逸阔別了9年出的一個新專輯，對啊，開玩笑，一定要好好介紹給我們觀眾朋友。對，大家好好聽一下他最新的新歌。對呀。帶來什麼歌曲？這首歌就是一個很想要做一個台語很浪漫的、很煽情、很灑狗血的一首求婚情歌。哇哦！兩人的代誌，兩人的代誌，哦，兩人靠要安那活的代誌啊，安那做陣的代誌，安那做陣。好，聽下來彈。來，彈看。兩人的代誌。出嘴，长长的路，较早孤行孤人的，是迄一日你笑眯眯出面，开始参详过日子，开始走总换的心，开始会晓想两人的代志。我的名字，你的名字，若念做伙，有一款啥拢免惊的调调。咱自半暝坚持行到天光时，未来敢会好天？我的一生，拢在準備，像一陣光環徛我佇你身邊。有一款遺憾是只愛你一個，有一款
幸福，叫做我为你造化。我爱你3个字，我会晓写，是因为你用生命来表示。长长的路，较早孤行孤人的，从今以后有我陪你流浪。斗阵拼卖分家贵，斗阵冲梦想达成，一世人是咱两人的代志。我的名字，你的名字，若写做伙，就有一款袂当分开的开始。咱自半暝坚持，行到天光时，未来就一定会是好天。你的一生，我的一生，拢在准备，像一阵同款手牵手徛伫这。是为你歌手指，有一款人生叫做我愿意，我愿意。我嘛愿意。Let's go。哎呀啊，这种的你也要？这对我唱的吗？肉肉的你 OK 啊？肉肉的怎么了？哎呀，比较温暖。哎，这歌有对象吗？天啊，太感人了吧！这个歌其实鸡皮疙瘩。真的，你听你唱歌真的，那个人家讲听出耳油，有吗？真的。是不是萧家乐也恋爱了吧？是啊，哎，完全零缺点哎。哎呀，几乎零缺点哎。真的。哦。你的共鸣，你的高低音，你要音被轻胎呢。你说小歌唱歌，他的共鸣可能就在头腔，对，你的是全部哎，你还有这样都到地板了，我天啊，还是要有。对呀，好厉害，地板到天灵盖都有，好厉害。没有，因为这个歌我就是想，觉得大家都觉得台语歌都很难过，然后很悲伤，然后你那个刚刚也很难过啊。对，但是想讲爱，台语我们不太会讲我爱你，讲不出来。我爱你，我爱你。刚刚会觉得很排斥啦，所以我就会觉得想要用这首歌，如果你讲不出那么肉麻的话，用唱的，用这首歌来代表我爱你3个字。对，然后就想要写一个。台语歌没有那种很煽情、很洒狗血的歌，就想写一个，这首好大气，对啊，好大气，而且它感觉你好像在小巨蛋唱歌，堆层那种堆叠那种上去，哇，对。但是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把我以前看过的一些影视主题曲、一些美剧啊、韩剧啊、日剧的主题曲想一下，集结在一起，对，就想要写一个，对，很厉害。罗哥刚在下面一直哇哇叫，哇，真的赞叹不已。对啊，你问你的经纪人，我很少这样听完会这样的主动鼓掌。对啊，他平常都会睡一下，倒数5秒的时候会起来。谢谢罗哥，刚刚有专心听哎，有，真的被你感动到，真的好屌，太厉害了，好赞叹，对啊，对了，没你也讲到主持，这样我们这样主持节目访问他，他是不是有入围过金钟啊？是主持入围吗？主持入围，哇哦，4次，对啊，所以我们跟他要怎么比呀？没有跟他比的意思啊。
是啊，好厉害哦！但我一次都没有得过啊。但你入围啊，入围就很厉害了。你看我们这节目20年了，从来没入围过。我们等着拿贡献奖。没有，我觉得当主持跟当唱就是歌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歌手是我站在这边把故事说给大家听，对。那主持像2位就是一直希望帮我把故事说出来，就是一种聊天，而且你看那个完全是纯歌唱节目，对啊，真的哦，去那边唱着很舒服。罗哥有上过是不是？上过一次，有，对。罗哥是会很难仿的那一种吗？没有，不会啊，他是会很脱稿的那一种。罗哥是你要卡他，真的，是，不然到时候要剪太多，会讲到很远去，他会讲到很有很多颜色，拉不回来。但这种我比较喜欢，你比较喜欢，你就不用那么伤脑筋，不用伤脑筋，他自己就可以 Q 完自己，真的。哎呀，很好玩，我觉得主持其实很好玩，对啊，跟歌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玩不同领域啦，不同领域。但我们现在回到歌手身份，我现在是歌手，对我也是要回到歌手身份。对你斜杠很多啊，那不然我们下次来合作一首国语啦，也可以哦，对不对？对啊，费玉清跟于天，不是费玉清跟小哥跟周杰伦都有千里之外，对，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什么？有个火花，万里之路，千里之外，我们一直之遥，好随便了，反正就是以此类推，对不对？哦，那所以要介绍下一位，下一位是我们客家可爱的小妹妹哦，是，童文成待会3个字，这个唱得很好哦，来。安古开天，一个是直接撞到，嗰種用面，撮後來學才啱半樣是唱寫從山歌，山歌小公主，對，那其中那個學是山歌，還會這裡閃光一下，山歌小公主知道，那我老婆的。什么？不会啊，听起来很清新脱俗的感觉。真的哦，对啊，好难哦，好难哦，回到6茶开音，我以为你们2个要合音。合音啊，在合音。这个传统歌可以合音吗？难题嘞，试看看好不好？我有试过，好，你试试看。三个六好难，好悲哦。等一下，好难哎，因为它好像有点，它那个音阶不好去抓，对，没错，就很像西洋的蓝调，就是就是客家的山歌，
我觉得，对啊，你不觉得很像吗？有一点像啊，因为非常不规律啊。哦，不过两个应该是因为用的是客家人嘛，所以应该从小就有接触客家歌曲。不卡有讲吧？哈，有嘛？有唱哈，冇唱，有唱歌，有唱歌。阿公阿婆會唱？唔係，之前有去天鳳線嘅比賽，有唱過阿公阿婆唱。係哦，唱到比賽地步度有演唱傳統嘅山歌啊。今日有去參加過比賽冇？冇誒，傳統嘅冇。誒，好像以前有唱過嘅小調啦。小調組誒，天傳嘅嗰種比賽。頭髮開來，頭髮哪裡忘？冇錯，還有瓜子仁。瓜子看瓜子，三呀三十松。其實從下一行一半哦，來全部都會衝兩種歌。後面的可以哦，可以哦，可以。這小今後啊，小調今後。對啊，小調歌真的唱起來很舒服，很好聽的，真的很棒。尤其係佢用啥嘅嗓音。對呀，輕點一下。我之前看到姐姐啊，她在她的畢製，你畢業了對不對？對，沒錯。她的畢製係做轉型嘛？對，專輯裝幀。裝幀哦。我去比一個史克伯的系列比賽，然後得了學生組的第1名。哇！這是我第一次做專輯的裝幀啦，真好玩。裝幀，那你只是設計封面而已？沒有，從封面到裡面。哦，裡面也有哦，不是封面設計，然後裡面是空的。沒有啦。那 CD 裡面有音樂嗎？有，行呢。也是你們同溫層的歌嗎？對。哦，很厲害耶！你用雞妹、肉妹咩黑啊？你們也要準備步入姐姐的後塵，是不是？冇錯嘅，厲害係都市新台後嘅廣電系廣播組，即將要大4了。哦，大4也快畢業了。我的畢業專輯呢，就是要做一個專輯嘛。那會很多同學做這種？真的嗎？你們一起做？有一個 team，就是一組一組這樣子做一張專輯。你們畢製做你們同溫層的專輯，你很會利用哎。對啊。沒有，不敢用同溫層。對啊。沒有，會用一個全新的。互利嘛。對，然後錢又是這個團體組。團隊出這樣子。沒有啦。然後做你們。沒有，太假會向下衝。哦，向下衝啊。很精神期啊。對呀，很好玩哈。來，唱完了，重點來了哈。來，搶球下欣賞，來公平你好。你用啥個親姊妹嘛？對呀。哦，冇看那場都按槍。你還不漏到幾雙胞胎？我以前親定人像哈，應該通裝個千花板哈，很甜美，難怪今日創案好，是因為個蔡後腿我就看到兩啥親吻天，其他人當緊裝哈。冇啊！你們兩個頻率很共振。加圍爐很啲練呢，加你有啲創嘅時間嘅啲練呢。係啊，我加落加，你乜個鋪乜個聲，乜個咚咚咚咚咚，第三期一片啦，佢創幾個啦，同你當緊裝按到個練。你係親好一隻傾向啦，你啊平常本體嘅按照練咯，你幸福相傳，而冇咩喊拜，你老嘅本人慢慢的推嚇，所以你就好生嘅出嚟，講老實話嚇，所以你就應該正唱嚇。你講山歌知道平板啦，所以剛剛你就講愛佢兩姊妹咁樣用和聲，然後講山歌是平板嚟講，和聲就將來家老展毅老師示範唱嘅就會強調冇強潤。哦，所以冇辦法用齊唱嘅合成嘅方式。你合唱就是個韻差唔多是強落嘛。但是你講，我嗌佢講山歌了，自己山歌了，韻講冇強落，強落跳。所以山歌是平板就會按個分法。但老山歌呢，強潤絕對冇強調，因為細個老師妹那個 key 是從兩隻音到三隻音，所以你看有時你看你卡拉 OK 唱。這個 key 是男 key，我們女生叫做降 key， 我你就會綁死，樣個。綁死。所以你記得啦哈 ，key 不同會拗幹啦。哦。絕對嘅啦。所以剛剛就感覺展毅先生創嘢嘅 key， 有辦法嘿。因為我兩啥，我這個就強調冇強潤。所以韻腳是冇強浪，其他唱人啊強浪來講，佢會麻大音。
冇發揮，所以佢人愛一隻韻腳，然後佢發揮出來就紅嘅。所以平板山歌子就紅嘅，肉山歌是有分啦哈，所以要記得啦哈。那個其實呢首歌曲哈，寫佢個老師寫得真好，佢啲歌詞哈非常的貼切。但是我哋講，可能印度一個山歌好唱又好聽，啊當好唱山歌嘛。你感覺真好聽，啊唔過大家就按照山歌好唱就好聽，山歌好唱嘛？你要講好唱嘛？唔好唱，真難唱。所以我認為呢隻歌詞個山歌我當好唱，但是又好聽，唔係講很簡單好唱啦。哎，真的。哈回係有嘢，我是講建議佢，我山歌我當好唱哦，哦這個破音字嘛，但是冇按好唱，又好聽啊，我當好唱。又好聽，實在冇咁簡單啦，嗬！按廖在今日唱得非常好，請聽一下。起啦，加油！好來，請舉牌。好，請邱亞欣賞卡牌。好來。哎，過關，請展儀欣賞卡牌。有冇？耶，過關。謝謝兩位。就可以打歌啦。好來，哎，這個什麼時候出的歌曲？係送一種專輯。送一種專輯咧哈。但是個恩到小幸福。小幸福。哦喲，小確幸就對了哈。對。他們兩個真的很像雙胞胎，比他的時間都會同步。同步。對。哎，如果你們回答的時候用不同音階回答呢？小幸福。好。好。小幸福。怎麼了？我覺得我們被耍，他不太確定，他不太確定的感覺。好來，唐二條，小幸福，好來。豬頭，期待四行茶一杯風，將嘅風景，心情真輕鬆，困暗燈影打卡翕相，輕鬆愛流浪，長春夢，冇乜計唔敢講，學高草長菜也叫江風，飄來淡淡嘅仙草香。有幾多？牛奶後邊散步，強風吹涼，台上衝出音調，最愛嘅歌。天長無用，路差平庸，路不熟也容易老三個。廚房聽雨，也有那個盤子，兩手輕，愛嘅小幸福。树叶拥
小幸福。哇！对，好舒服哦，好可爱。这个两个这个合作，给用啥狗伤正经，好舒压，很适合现代人。对啊，听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真的哦，代表罗哥平常压力太大。罗哥来闹热最没压力。水猛，水猛。一个20年的节目，你会有什么压力吗？根本不会。哎，做节目就会爱扭啊。对啊，轻松啊，轻松。哦，一条歌迄没有下人家关系啊。嘿，人家孤雄呀。孤雄呀。人家说过，因为人家係新竹關係嘅細妹嘅客家細妹，故所人家說過主要係人家關係有名嘅地方，譬如講東安古橋、羅湖書院，還有好食嘅仙草，分享大家做地來了。關係仙草真有名。我們唱。對啊，還有關係，還有個呢，吹寶啊，有一件吹寶，你懂我說？哎呦，他拿吹寶，哎呦，對啊，你們沒有講，這回應很客家，有。哦，哎，關係還有個羅家祖錯啊。有羅湖書煙嘛，對呀，對呀，也是很有名的，也是古蹟的，對呀，是。太極亞洲的一行行聊聊關係嘅片。關係還有乜幹嘛？還有大家最底嘅出六福村。哦，六福村，那是哦，那在關係對哦。農場。哦，那小人國就在隔壁哈，順便講一下。哎，對。用隔壁聽聽啦，哦。對啊，有係當一關係了啦，哦。最近你用啥咧無喊嘛該？沒聽就冇昆豆呢。前些年的黑老 Win 哥就是羅文玉老師，跟他去做巡演，就是校園叫做客流感校園巡演，然後他也有辦客家小草生活節。哦，客家小草。對，我們都當他的小助教，就是上台去幫忙主持啊，或者帶動。哦，那在上面會炒客家小草。啊，用嘴巴炒。很會，很兩姐妹一起炒這樣。對，然後。就是令我們最英雄神嘅係因為人家有些好搞嘛，該嘅觀眾就係懂壓力動態，全部嘅現場就講埋嘅衝稿，講埋啲談公平冇用啦，對，那冇用啊，那不是一個穩定的工作。嗰時候都老記得講，都會好認真讀書，所以我們去到那個國中的時候壓力很大。那學生怎麼會聽得下去啊？真的，然後我們就說：來，同學們，你們放掉你們的考試，跟我們一起嗨好不好？我想完蛋，怎麼辦？哇，好難吵，真的，真的。然後呢，後來呢，我就說，不然我們來唱一首歌，叫做《如果可以》，好嗎？然後我們就彈吉他，然後他就唱，結果有一個女生真的舉手發言，她就上台，然後跟我們一起唱這樣子，然後如果可以，她就眼淚一直掉。我想說，我想說，哇，姐姐你完蛋了，你玩太大了。對，我想說是不是玩太大？她就開始暴走了嘛，一直哭哎，然後她就如果可以，我就很想唱，知道嗎？然後想說啊，這是怎麼一回事？然後結束後，你還去到一講，你知道嗎？我會給呢。他說，因為我想要唱歌很久了，可是家裡跟學校都不支持我走這條路，所以我很開心可以在200個人面前唱歌給大家。唱這首歌給大家，感動。你要哭了是不是？對，很感動。我覺得。那他是唱的怎麼樣？唱的沒有，當驚當衝，聽眾不會太好。可是他是一個勇氣的展現。對的，對，至少能夠讓他圓夢。對，連他倆就私推冇強用咧。係按用嘅張感覺，誒，其實人哋懂幸福誒，其實人哋充夠爸爸媽媽係支持嘅，對，你想懂人嘅不係係冇支持自家嘅。誰會去去改嘅？但是你那個講，你因為自己有嗰種實力，你自己係咪做去勇敢的去闖？對，去追夢。對，所以我們也在舞台上跟大家講說，如果你們有夢想，要趕快追，因為時間過掉就回不來的。對，是啊。小時候我們也是啊，小時候家長也都是不希望我們唱歌啊，要好好讀書。真的哦，還好沒有聽爸爸的話。我幹嘛聽爸爸？17歲就出道了，春台前嘞。他後來我17歲出道以後，哎，然後就開始有點聲量了嘛，然後我爸說，不用讀書沒關係。直接傳。不錯，某一天看看羅哥，看看我們童文成，嘿嘛哈，周期感有興趣嘅事情。對，還是要發揮自己的專長。沒錯。對，好，來唱完了，接下來不能講。哇塞！大前輩呢？大前輩，鄭中比，我帶來樂山歌，聽下來談。
都已经好顺了。父母啊，爱有心梦子顺流。顺风天晴了。提亲啊，还是父母亲Oh my god！ 哎呦，请问一下，为什么唱这种老山歌要有哭腔？很有哎，跟那个演员了哈。开发新唱腔哎，应该冲强，因为应该想讲，因为动到嗰種西外嗰種咪係愛用蟲啊，所以應該知道山歌咪愛用。哦，少數民族嘅人哦，呼麥那種唱法。所以應該是想講，其實沒錯的。但是你剛剛有點唱到日本演歌的感覺，有點 N 嘎的感覺。有點歪掉啦。唔講佢嗰啲清理開咧，佢講會溜嘅，從西煙嘅山歌咧。呢個冇玩我練嗬。嘿，所以一開始因為啱係女子主動嘛，所以因為講主動嘅山歌嘅這個太天王咧。係啊，因為從山歌冇講你女子主動。啊，對。係啊，家己冇嗰陣時壓力動態啊。係。咁我而家提埋啲節目單位從老山歌啊，因為啱要比過山歌比賽啊。哦，我啱比平板，係比平板然山歌子，就冇人會決賽。哦，沒有入圍。鄭中比嘛，所以該主持人還講，你看山歌比賽都難哦，你看人家會金球獎誒，連鄭中比都冇過關，你看係啊，哎呦，錯，我跟還記得你創辦草馬歌嘛？平板，冇乜印象。係啊，不過該是因為後來應該是。對，然後茶基會線上學習山歌，後來就開始學習啊。你同佢學嘅啊？你係看佢嘅 YouTube 學嘅？一開始係看 YouTube，因為應該是還唔會從山歌，不過應該上會本來自己嘅流行歌叫做山歌的地位，所以應該是開始看平板嘅樣片，係，然後應該是而在你在面寫下來，應該是話到係，哎呦，而在應該就是照空格填進去時候咧，結果唔係，結果係咬死我講唔錯，我找思聰，所以一開始應該寫係自己亂寫。哦，唔會啊，但是有個歌我練同法。迄個條歌嘅冇，哦，你亂寫嘅哦，亂寫嘅，哦，嗰條歌可以係叫你亂寫嘅，哦，是冇，哦，佢真係冇啊，自己時直接撞到，嗰種用語面，從後來學才應該不用是。衝蛇從山歌，山歌小公主，哦對，但是其中那個學是山歌，哦，搶高級，還會這裡閃光一下，山歌小公主知道，那我老婆這樣。他老婆就是個子小小的，啊，懂瞪眼想，而且是在我們節目當中唱山歌比賽，係啊，青理會啊，咩拿到檔口嘅燈啊，對，衝山歌真係厲害，係咪厲害，對，哎，你最近好像有教一些年紀比較大的講客語啊。係錯，因為
我後來到本營養做了以後啊，我是喺學校做行業先生。哦，係做行業先生以後呢，學校是知道，你是教解營全班啊。好，我是因為我係愛用營做類嘅嘛，所以我想我學下我要到經驗做分享經驗。不過我係成年啦，不過我未去教老人家講。行業對啊，個老人家講嘅都變好啊，好啊，好正啊，係啊，所以我大擺教唔吧？係啊，錯，大擺是本應叫糾正，你咪愛用講吧？還有吐槽老師哦，不過因為要到吃肥係各裝各俗，冇窮人冇辦，係錯，所以又一隻吃肥。那底口本地不會講神媽，神媽就是舌頭，舌頭神媽，嘿，做到嗰邊向先講，唔係神媽，你講神媽啊，神媽，嘿，神媽迄個呢蠻字誒，錯，嘿，所以我是唔知啊，記得講神媽，係，後來我是查詢詞典，就是後來用神媽是講就是曾孫嘛，曾孫，還有一張係另一種是跳蚤。神媽也是跳蚤，也叫神媽。哦，跳蚤三馬吧？神馬，對，所以海陸講神媽，所以也是這兩個講法都是神媽。然後我想我，所以曾孫也不知道在講舌頭還是曾孫還是跳蚤，像跳蚤一樣的曾孫。還有呢，原來寫時節，大白用英講黃色笑話的時節，我不應講，哦，應該是食菇。所以，對不起，我亂比了。你為什麼就要比我？我也不知道，我是比那邊，很自然的就比我。所以應該你可以去談到神媽，那什麼 M 美很色色的女生，我的神媽。哦，媽到骨髓，男生女生啊。哎呀，就是講法跟語言有神奇的地方。對，只不過容易會錯意嘅地方啊。對，錯，所以因為都好多動作啦，自己係國家地方講不還冇強弱。錯，真的，啊，但是按照尊重各地嘅嗰種語言啊，係啊，講法方式。強語法嘅方式冇強用。來，衝出嚟，搶佔一緊張。好來。終於啊哈，我知道人家真實的山歌啊，你別唱我哋啊，人家不用章係真實的欣賞。哦，對。以前呢，特別細細個了就看到睇嚇，啊，人哋講對啲人嘅客家文化咧就一出來去嚟講媽你太多了就安靜嘅朋友安定一下嘅嚇，嘿啊，終於啊，實在。別總算別輕睇咧，別貴睇，別輕睇。啊，今日啊，終於啊，你唱嘅嚇，一山歌最唱，他啊講嘅個做得按苦情嚇，尤其係我知道一天愛老記，你錄起來嚇，你看看啦，唔睇你啊天師黨嘅嗰種牙眼目照嘅嗰種嘅現象啊，個樣嘅哦，要揭咗出來啊！你講有條人唱歌嘅條家，做個表情啊，用反而去嚇表現出來，也就當重要啦嚇。但係講唔唱嗰啲老山歌嚇，係4223嘅嚇，當標準嘅唱腔啦。但是呢，灣戲戲圖啊嚇，做一嚟嚇長條嘅，啊用反而去灣戲當重要啦。因為我哋要唱呢條山歌未強樣，啊去那邊表現嘅強樣嚇，啊希望呢條嚇多去加強去進步呢方面咧嚇，尤其係。肢體語言。哦，他就智障。好來，你可以發個高管喎，來，好啦。搶球啊，欣賞卡牌。好嘞。好，高管搶佔欣賞卡牌。有冇？有，劉在演खे嘞，可以打歌。哎，你帶落嚟打歌。我唱馬歌。叫人哋大埔向前行。大埔向前行。哦，一沙行一步，大家行強路。OK， 大家行強路係冇咁樣係。新年歌曲，新年歌呀。錯。哦，來彈看啊，大埔向前行，很勵志的歌來。去到愛挑戰，已經眼裡散發的也青煙，因為你嘅無言，
天书爱行安言，唔知敢还有机会再相见。汉语电影啊，好讲通演甲几多遍，已经演2、3拍的也亲眼，因为你老爱自言，无你做的改变，又好无论祈求拄我相见，太不向前行，太不向前行，开一种当爱免惊，准备好什么？准备好什么？梦想的路好三万打拼。海语电影甲好讲通，演甲几多遍。已经演2、3拍的也亲眼，因为你老爱自言，无你做的改变，又好无论祈求拄我相见，太不向前行，太不向前行，开一种当爱免。准备好什么？准备好什么？梦想的路好三万打拼。太不往前行，太不向前行，开一种当爱免。什么？梦想的路好三万打拼，太不向前行，太不向前行，开一种当爱免惊，准备好什么？准备好什么？梦想的路好三万打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唱下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路好有你，向下行。我看那个歌名哦，我以为是很励志的歌，结果没想到这么抒情啊。也是有一点励志珍惜的心情，毕业的那种离歌的感觉，演唱会的安口曲那种感觉，然后就慢慢这样下去越唱越蹲下去，哎，走，哎，有这种感觉，真的是一首夏博文有特殊意义的歌，是吗？这首歌真的就写给毕业生的。夏博文毕业的歌哦，真的，毕业生的歌曲，青丝ham呢？错，因为你跳歌曲。系爱挑牌服役的单位，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伫苗栗改编的客家文化馆，改编。你可以变作品呢？做替代役。哦，这边哎呦，连替代役都这么客家，我靠！对啊，那你还真的离家近呢，哎呀，那么好，你是特别找人去安排的，系啊，所以开始这是有点轻烟呐，所以后来呢，记到。
逐年会期盼的成年礼，客家新年礼，所以应该是其实上到爱因为俺们俩做客家歌手嘛，因为是希望爱做啲写一条歌曲为这个成年礼做一个主题曲。后来应该是上到，因为俺自家咪做学校的线上，大摆逐年迎年看到迎年青岛学生的毕业班离开学校，离开咧，俺是种东盘的，每次东上写歌曲本机，后来俺是种我就借这个机会，然后写一首客家的毕业歌曲，因为毕业歌曲因为翻译动作，不过其实冇谈过翻译的，所以我自家来写一条咪好简单唱的啊，本机都做啲乡下来唱啊样。跟写好的时节有客家乡下唱冇？唱有啊，所以今年是20间学校，20间学校666歳學生嘅鄉下來唱呢條歌，哇，真感通呢，都感通，因為大擺冇人唱嘅歌啊，冇人聽，先講人唱好冇？今年安多沙唱嘅歌叫，我自己冇機會跌咧，係啊，真的很感動，很感動。因為個新婦高中嘅校歌很愛寫，古時候記得哈，因為他們變完全中學嘛，上了一條行業嘅。給學校的校歌，給第一擺畢業的時節，個那個主任有傳給樣片本來看，我吃到情感動。哦，你沒有去帶動唱啊？沒有哎。哎呀，你是創作者。他只是傳個影片給我看，他可能想請我要花錢嘛，不是。他第一擺有拍個畢業典禮的時節，就在有唱來，我很樂意哈。情感動，很讚。哇，這個至少有貢獻的，很棒哎呀，真的好棒。來，接下來這一位。哦，壓軸了嘞。對，壓軸。他也很緊張到現在。他現在應該已經整個放空了吧？兩邊嘿，你要介紹嗎？他好像不太想介紹。你不想介紹他的？剛才強項啊，同鄉啊，同鄉啊，做懂我給公司人。我以為你說同鄉呢，應該沒人比他強吧？他真的蠻強的。4次元哦，馬上。千位姨嘅歌曲，帶來平板。好來，好來。山歌了來愛哪來唱啊！樹下老師跟展毅老師講你用啥比啦用？佢並必熟，講唔懂，但是壓抑可能懂不住咯。係啊，你沒有在聽他的。是，對。啊，冇。過了來愛哪來唱啊，酒開了來送啊，莫來了來電啊多，兩三了來講。陈明，可能黑比跟伊莎会本人淘汰的。对，不用看分数，是唯一淘汰的一位。不用看分数，直接淘汰。你比上往下唱是怎样？哎，你真的后继无力耶！对啊，你前面3句我觉得还不错啊。对啊，到最后一，那冲爽一你知道吗？怎么办？就这样啊，就这样办。还是有硬撑一下了啊？
给唔怕了，冲水了。前面第一句还不错呢，第二句也还 OK 呢。对啊，真嘅，因为俺说东奇怪就系可能不考加工冲嘅那个声不太一样。对啊，不太一样啊。你没带做动呢？系啊，做动应该从写出耳濡目染，对不对？陈耳濡。对呀，你应该是陈耳濡、陈木然，怎么对呀？董卿要他就忽然就是不会唱，有这么突然吗？你给我给他表情，他表情动作做足，感觉好像没有唱错的样子。干够穷情离灰，我觉得你真的是我见过最会用脸唱歌的。你刚才知道，欣赏啊，秋霞老师跟展毅老师，你用啥比烂用？给并必熟，讲来动动啊，是哦，安排有几飞啊？讲动动，但是牙齿可能动不住咯。对啊。对啊，你没有在听他的，是，对对，对，啊，冇，但係抖音真係在練習，唔過上台嘅時間還是這種都奇怪嘅，係啊，用完最近外務太多，是不是？哦，应该赚很多钱了。最近听说很红很忙外务特别多嘞，没啦，你看哦，对，你看我怕你等下下一段没有机会 Q， 先让你讲最近在忙什么。真的吗？如果是的话，我先有个心理准备。好，你要被淘汰了是？大不了不就是可能不打歌，是不是？啊，可是我的是新歌新歌，我是欣赏。等一下看看老师要不要大发慈悲，不你冲新歌啊？我吃叫来汤公平，爱冇？好，来唱秋下欣赏。为到唔打歌，可能要分歌啦。老师还是佛心来的。我给你用啥笔都按用，送气，人会下气按用，下流腿。讲老实话啦，当然阵都后腿啊，当然阵。也冇个老仔老师。冇个啲后腿加啲旁边啲暂时休息的时间，没一点门前上哎，就会压力。你讲还有压力了，你做评审还轻松下得了。评审都轻松哈，错都给他。哎，有行做的冇强用。下次不能做了。叫去做过外面的评审还看过啦，所以看到佢熟面，副小组就熟面啦。中山讲冇咁容易啊，转来转去哈，咬死喺毛毡，果然以为就暂停啦。所以而家我連阿鳳姐啊唔會創嘢，佢都點唔過創個雙樽之後都下咗你啊！對啊，你比到那一頁啊！你哈，你之後都雙樽下去咧。係啊，用唔用？冇乜嘢啊！緊張啊！講老實話啦，我上錢嗬，其實我基本上唱歌嘅統一。早都按橋，佢上色彩就冇那樣。他個全部是按你客家嘅歌唱藝術家嚟，基本差唔多從那些後生嘅讀腔嘅一批哈。但是你講家就會說歌曲，山歌真嘅按好唱家，冇好唱，要練哦。所以你就基本要按練哦，有機會朋友肯咪去再繼續來練哦。我相信有更加好嘅機會哈。所以你較好山歌嘅就係山歌。哦，我從頭講山歌啦，唔好山歌、山當、山歌，哦，歌詞、歌唱、開發、發開，跟音發就冇強咯。所以你先將個歌詞音出來，歌詞哦真嘅音出來嗬啦，啊呢種嘅就本日咁在傾聽啊，雖然講唔係從頭講，然後你。这可以播嗎？可以播。我們要打預告哦。對啊，預告就剪你這一段，對。當然啦，可能有痴心嘅衝動。可能按定一下吼，這才冇媽判定人打下來。還要俾打下歌嘅啦。係啊，還要俾打歌嘅啦。所以你看來也唔過啦。他一把記得歌詞音數來。記啦，繼續加油啦！哦，什麼意思啊？按樣就看下來看有過關嘛。兩位先生，展毅先生。有按難嗎？有按冇？哦，有過關咧。紅色代表不過關啊。有啦。哦，是啊。對啊，藍色才過關啊。那應該是已經差不多了，先停機了。對，我們今天錄影時間也差不多。我們讓你報一下歌名好了啦，好不好？這首歌好像很適合現在。這歌名不能唱了。對啊，你給你報歌名就好，給你報。對。停機啊，對啊。歌名要不要報？你就報歌名，然後就停機。愛就行。你這有心沒？我剛看到。
佢咩造型嗎？誒，佢係造型，造乃行業啊，都造冤腳啦，造冤腳啦。而家造鹽啱啱就造時咩啦？你歌名報完我們就下班咯哈，來，愛造型。我來彈一下啦，開一條歌嘅默嘅歌，嚟。Lonely， 愛 lonely， 你就當來去，愛用杯暗用就是。結束嘅樣子，當年冇乜計數嘅數年紀，認定就算用到暗夜嘅假幣，聽唔到你嘅 message， 想你，愛嘅想你。很 old school， 很累啊，很累啊。你講聽無？我練下，聽無？聽。你基本要數錢哦。佢同我講，佢數錢嘅時間，因為充足。
哦，给你穿一双准，哎，挑到你很冲很准，挑到你冲得清准啊！但是个准嘛，面部的表情就是加像个林赞宇先生讲的嘛个，安怎嘛个？拉年木鸠啊，哦，真灵啊，哎，好像难怪会单身啊！你不是最近很开心吗？还是 lonely 的啦，哦，还是 lonely 一个卡喊黑洞 lonely。哎呦，真的呀，哦，你莫前面那盘了皮那里，要条歌就会下供就是没有对象，唔讲。拄到乜嘅什麼嘢，拄過造型嘅一個誰來的？拄到什麼會造型？看到女生，可能女生對我示好，就會有點走心這樣子。那個叫走心。他喜歡你，為什麼你還要走心？乜個意思？對啊，就是說，就是對一個女生已經就是失望了，會走心啊，就是她做什麼事情你都會，你會很在意她這樣子。哦，對，這叫入心吧？這是走心嗎？你這個是控制慾吧？哦，這是暈船。暈船，暈船，哦。所以一條歌係因為，唔講一條歌係因為客家電視台。哦，真的哦。福氣來咧。因為好好運通一隻單元，就係運通嘅。哦。唔過條擺都係標動到係使用歌。記得就製作單位就請愛編曲做2條歌。哦。你係聽一條。哦。第一條係。第一條係中意嘅 Bobby， 中意嘅 Baby 就是跟喬穎一起合唱。哦，所以福氣來啊節目係要特別要做主題曲啊。梗唔係主題曲啦，係叫運通嘅單元，運通嗰度會變嘅副曲啊。係。哦喲，厲害，好聽啊，好聽。好聽啊，好聽。大概時間應該差唔多咧。做嘛？還有看到停機的字。不是，他前面是寫叫你回做。他叫你回去啦，不是說停機啊。你們大家會去朋友。對啊。金後堂啊，金後堂。係啊，咪認真衝山歌。講真，今日嘅 TVK 吧，講真，做上半安尼就好上嘅嚟歌唱家啦，嗬，你接受安尼客家嘅文化，冇簡單客家語言歌曲係啊，真係冇人改啦。但是慢慢學到了以後，阿咪做得傳承，冇安尼下一台啊。對啊，嗬。對啊，就傳承下去啊。冇錯。所以今天大家玩得還開心嗎？開心啊！多學一點客家嘅傳統歌啦，好，我們大家共勉之，一起來訓練一下，嘿，一起來學習一下。冇走暈啊！對，愛走心，冇走暈，嘿。好了，從咪多謝那個。什麼兩位先生？兩位先生，好。什麼邱亞先生、張毅先生，該做安好的示範，哎呀，真的就是要有他們。真的哦，做一個真確嘅示範。真確嘅，對。好，謝謝兩位老師，謝謝。兩位先生。好從我朋友夾來報名啦。大家打電話來，人叫66667啦，人叫66667啦。你報4年咧，係我報唔到。哦，你這樣我會走心了，我跟你講。好啦，好從我夾來報名啦。好，打電話來。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我哋哈，多謝兩位辛苦嘅評審員，謝謝。還有什麼很多優秀嘅創作藝術家，安子生，你客家山歌路繼續加油啊！什麼小剛老師啊，有功最欣賞，辛苦咧，安子生。謝謝。什麼原創嘅工作也辛苦咧，安子生。謝謝哈，大家辛苦了。希望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歌。